邊個話中山二線變三線產業唔得啊？今日打破認知，帶大家嚟睇下中山嘅高新產業園。同埋我哋戀巢早衰呢方面。嗱，我嚟呢一度之前咧，我就已經做咗少少功課㗎啦，就知道呢一度咧係一間專門做生物樣本儲存嘅公司，而且有專業嘅實驗室，就係專門研究幹細胞同埋免疫細胞嘅。嗱，既然講得上係高新產業，一定有佢獨特之處嘅。而家我哋所在嘅細胞庫咧，最核心係做咩咧？係以細胞科技為主，連接我哋上游嘅一個科技研發平台，將我哋一個先進嘅我哋嘅細胞生命、細胞科技推行到我哋更多嘅 C 端用戶身上，令到更多嘅人民都可以話受益到。兩個種子細胞分別就係我哋嘅幹細胞同埋免疫細胞啦。幹細胞係乜嘢呢？幹細胞佢有一個主幹作用嘅喺我人體入邊，佢有一個自我複製同埋多向分化嘅潛能。打個比方啦，好似我大人體受咗傷，好似我哋男仔特別中意飲酒嘅，飲酒傷肝係咪啊？肝細胞損傷咗之後，就係由我哋幹細胞去變成我哋一個肝臟嘅細胞，去咁樣去實現一個作用嘅。可以話係一個係生命銀行咁樣一個概念。佢係我哋好重要嘅生命因子。我哋免疫細胞有咩功能呢？第一個，佢可以對外抵抗入侵嘅病毒細菌啦。對內咧，佢仲有一個清理我哋體內嘅垃圾廢物啦，清理我啲衰老癌變嘅細胞，都係我哋免疫細胞嘅工作範疇之一嘅。免疫力對我哋嚟講咧，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不過咧，人體免疫力咧，一旦過咗25歲之後，佢就會一直向度走下坡路。無論佢嘅數量又好啊，活力又好啊，都會基本直線下降咁嘅樣啦。特別去咗到55歲之後啊，60歲打後嘅，即係免疫力可以話係好差好差㗎啦。凍存起身，咁其實等到你年紀大嘅時候，未來嗰啲情況都可以話用到嘅。咁羅賓 Sir 啊，參觀咗我哋展廳之後咧，你都知道咗我哋幹細胞同埋免疫細胞對我哋人體作用非常之大啦，係咪啊？冇錯，係啊。你係咪都有想儲存嘅諗法？有咁嘅諗法㗎。哦，咁啊，其實儲存咧好重要嘅。第一個係睇咩咧？睇技術。第一個睇服務。咁其實我哋阿拉丁呢個服務咧，可以達到我哋咩一次繳費30年加嘅儲存方。30年加係咩概念咧？30年加係因為我哋合同法規定咧，我哋嘅合同嘅儲存合同啊，佢嘅年限唔可以超過30年。不過咧，我哋簽合同咧會有個條款寫明嘅，過咗30年之後咧，我哋會自動續簽，繼續去簽約，保證我哋嗰個儲存嘅。即係可以存終身啦。係嘅，係嘅，係嘅。明白，明白。第二個技術都好重要嘅。咁其實我哋呢個實驗室嘅技術啊係非常之犀利嘅。我哋可以達到97%嘅細胞復甦率。係。我哋咧可以話同行嘅標準係高好多。技術方面呢個都好重要，因為你細胞復甦率咧代表咗你一個儲存技術過唔過到關。而且咧你復甦嘅數量高與低咧，證明咗你細胞嘅活性啊。而且咧我哋阿拉丁嘅一個品牌實力咧都非常之強勁嘅。我哋係有一個我哋區域細胞組織庫同埋製備中心一個資質認證，中山市政府頒發嘅。包括我哋成個廣東省範圍之內咧，我哋有一個技術水平啊，都係比較領先嘅。我哋都有非常多嘅一個行業標準嘅制定啊，牽頭制定啊，同埋啲資質認證啊，都非常之多嘅。咁簡單嚟講，我哋嘅幹細胞同埋免疫細胞對我哋嘅醫學發展嚟講係一個超大嘅飛躍。大家好，我係羅賓博士。我捽佢。好嘅，羅賓 Sir，咁嚟到我哋實驗室區域咧，又同你簡單介紹下我哋實驗室嚇。我哋實驗室咧而家佔地1500平方米，有4條生產線。我哋咧係達到咗歐盟 GMP 標準下嘅生物實驗室嘅最高潔淨度標準，叫做 B+A 級。一個手指都數得過嚟有幾多間，係非常非常之潔淨度非常之高嘅。平時去無塵車間去得多啦，無菌車間真係第一次。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細胞儲存室，裏面係好多嘅液氮罐，嗰個溫度係零下196度。196度係咩概念咧？大家講俾我聽，地球表面邊個地方可以去到零下196度？今次真係完全被震撼到啊！原來中山都有咁先進嘅產業，各種手角都已經佔咗唔少啦。所以3線城市又如何啊？又點話啫？